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起来咧》，我是钟意群阿群妹。好，大家就伫好下家人喜酒的时节，真都不卡哦，当然都会拿到呀喜饼啊，拿到呀这个太饼啊，真都不卡，当然就清欢喜了。这么跟俺们安尼讲，因为像俺爸爸妈妈家头就清好些这种太饼有冇？每家哈有的人会送西点呀的，唔过俺爸爸妈妈还是清好些太饼这种诶。古时候讲到呀太饼，今日节目当中就爱来同大家来分享吼，啲苗栗哈一件非常出名的大兰，还有朋友同我小姐讲哦，家头当有名哦，按到公鸡用安喜饼来分享家头一种经历，分享淑萍姐分享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将军永安喜饼的总经理淑萍。好，分享淑萍姐来到节目当中哦，今日还带的这个下午茶，我同大家来分享。今天我们的下午茶走这个中式台式路线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来是台饼。不过其实好，淑萍姐你要不卡嘅饼店嘛，竟然係全程都天二胎耶，係呀，对不对？你係天二胎，天二胎，对，真係同大家來分享，怎麼嘅一開始人嘅阿爸要來經營安樣嘅餅店喎。好啊，跟大家好，觀眾朋友分享一下哈。呀，永安吼喜餅咧吼，創辦人都係龔金勇，都係我爸爸。佢係排行清泰嘅，當然清泰至今都較泰呢吼。下輩又有5個妹妹啊。對。吼，佢都想講吼，以前啊吼，木卡都務農啊，做田舍啊，都辛苦啊，都想講，我啊吼，一天愛本木卡過到較好。吼，佢都國小幹嘛吼，都一有個生意頭腦，佢都會吼家家阿姑啊、太姑啊吼，早點都去人家附近那個四公拿，都一個東勢林場講賣餅啊，過一條太好吧哦！哇，嗰時候頭擺一開始唔係真見啲嘅做喜餅誒，唔係啲嘅做餅，係唔係吼，木卡都會當塊啊，做農嘅吼。佢想講吼，愛甲木卡個改變較好，都國小畢業了後啊吼，都甲媽媽講，都係我阿媽，吼講吼，我想我出去學頭路啦，吼佢國小畢業吼，都先去個豐原、台中啊，都是學師誒。哦，生下來呢？生下來吼，都沙鹿啊，都做到師傅誒。咪有進嚟眼咧吼，都係故鄉嘛，大蘭啊。哦，嗰陣人家就係大蘭，唔講人家就係講太浦橋。係太浦橋。嗰陣啲沙鹿學到做師傅誒。係啊。後來就進到進嚟都大蘭啊。我爸爸佢講吼，幹嘛吼進嚟大蘭啊吼，做師傅咪當辛苦呢。然後佢個講吼，半夜啊，行到間嘢餵豬誒啊。係啊，當辛苦啊，係佢都想講，安尼吼，今日做事咩唔咩辦法啦，自家可以見店啊，所以佢都選擇到安尼大蘭啊，吼故鄉可以見到係永安食品行，安尼起家都係永安食品行。嗰個安陽後來到永安食品行過後，就開始專門賣餅嘅，也係講還係有麵包。都係麵包，係啲麵包較多，係啲麵包較多，係啊，就慢慢研究了嘛，有入餅店啊。哦，哇，古時候都也下，對阿爸開始創業，都也下唔經驗，也用安餅店都也下有幾久嘅時間咧。哦，都爸爸經驗都兩萬有50萬年咯。哇，古時候有50年嘅餅店，難怪吼，都也下當書分人哦。好，當感謝主持。對，唔單止有呀喜餅嘅部分出的喜餅，因為其實也下沒天天的開始走這個人家講的伴
手礼的部分，对不对？这嘛，该不会开始想到讲，我不但应该讲一开始对做面包开始，做面包开始撒好了，又转移到这个细饼对不对？细饼撒好了又转移到顺便有在另外在做伴手礼的部分，电路的部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甲大家分享一下吼，也该都会讲以前做胖嘛吼，做胖啊，苦数都想讲做胖啊吼，讲食材啊吼，都会讲较多啦，要较多人做。后来都经常讲要转型啊，其实吼，干嘛做胖都有减嚟做一丝饼的啦吼，其实都较转变干嘛都係千幾大家舊嘅舊嘅啦，太體統干嘛啦？給台中董事韓國苗栗大蘭嘅片全部都鹽蔥。其實人講東鹽蔥都到個車輪埔斷層啊，苦數都係吼，規家屋都倒皮咧啊，都想講連晚我都講我爸爸吼，都講安尼吼，流目節咯，眼心肝看到都艱苦啊吼，我還有五個妹妹啊，眼心肝都經常講吼，爸爸你唔使驚，你有講過一句話，當你響跌倒啊吼，到底你響爬起來啊，也係本眼真感動嘅。哇，係啊，眼都甲爸爸講。無安尼啦，本來係做胖嘛吼，慢慢來家己轉型，像俺吼年輕人都有俺的想法，都想講，太平都係結婚啊、訂婚啊，爭用不到的啊，來做一出個伴手禮啊吼，安尼本人啊去搞油啊、去料啊，個古數個幹嘛個有一個。舊年嘅太體統了後啊，佫有個大峽谷啊。對，啲大蘭嗰片都有兩個大峽谷。大蘭都有個大峽谷，其實俺幹嘛都想講，當時遊覽茶，結果啊，個大峽谷啊，開始嘅，都一到遊覽茶都來的呀，都想講，安尼都。大家伴手禮家己推出來看看吼，哇，來吃看看啊吼，都係我先我爸爸嘅想法都講，我先撥人家家吼，感謝，這是日本人食。古時每次都像要伴手禮啊，他搞就董事他帶出去，因為佢量較細，對不對？他的個頭比較小，係一隻細細隻嘅餅誒，就做得帶出去。韓國送你每次都我做得食到呀，苗栗特色也係講傳統嘅安陽嘅餅誒。係啊，對不對？都係啲年輕人啊，看到安泰掉都想講，也是幾多嘢在食物平嘅嗬。係啊，你喺細條，你帶去公司啊，帶去本朋友分享啊，眼個要介很多六大順嘅介一個禮盒啊。哇，講到眼後來是都會流出來，古時也他就細細個叫唱淑萍姐吼，同推薦，推薦一下第1名這個招牌係乜嘅口味？俺呢第1名嘅招牌係招牌豆沙核桃。招牌豆沙核桃，來試看看哦。係呀嘛，對不對？係啊。先看看哦，俺才敢買6條人來做的哦。哇呀，看起來看它的切面，其實非常非常的扎實，全部看得到都是那個豆沙的泥的那種感覺，對不對？而且還看得到一些些的這個核桃，對不對？所以是真的是真材實料。呀，他就來吃吃看啊。好啊。呀，唔會當甜。呀，甜度其實剛剛好，因為像頭擺眼是綠豆椪嘛，綠豆椪咩係客家人青好食的綠豆嘅餅誒之一。不過呀，吃起來這個甜度不會這麼高，然後沒加這個核桃之後，你就會吃到除了有這個豆沙的口感以外，還有加一些的脆脆的感覺。係啊，好喝哦。係啊，都養生的哈。對，因為加核桃，所以其實很養生，對不對？嘿，難怪係淑芬養第1名嘅產品哦，對不對？除了有第1名嘅產品以外，還有另外一種喜餅嘅種類，很多蔥年糕，叫狀元糕。其實但都苗栗眼其實冇接觸到蔥年糕，安陽嘅傳統嘅點心。如果談講
呀，葱年糕係其他蔬菜結婚的時節，聽說愛送嘅餅嘅，對不對？係啊，哦，我說吼，生了呀，葱年糕是起來嘅乜嘅用嘅，你下一趟再來吃食咯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再來喲。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，我係綜藝群阿群妹，今日節目當中要同大家來分享吼，啲啲苗栗大蘭嘅一間吼，都也係傳承50年嘅餅店麼，佢按到講起永安喜餅，好，同貼片家阿群妹試嚟佢哋嘅招牌口味是我們的這個綠豆沙，韓國核桃口味的，非常非常嘅好食，韓國又不會凍內改吼，韓國စား下來就要來燒嘅一種我都葱年糕。佢係家下有講到吼，佢係特殊嘅蔬菜醬油嘅結婚嘅喜餅，聽說愛送嘅東西，結婚嘅喜餅聽說愛送嘅，係哪一隻蔬菜聽說愛送葱年糕愛用嘅點心？好啊，葱也好，葱年糕啊吼，俺因為俺都大蘭嘛吼，啊過一條橋很多大蘭大橋啊，啊都該台中啊吼，啊還有間南條嘅部分啊，佢都想講吼，啊天粉啊吼，送一間葱年糕啊。哦，天粉啊，嘿，天粉啊，吼，啊送葱年糕係細妹日頭送嘅哦。哦，聽錯愛係細妹送嘅葱年糕，係送部細啦家頭啊，吼，啊都係講年糕哦，所以叫佢個葱年龍啊。啊，原來係呢，好吉祥的意思哦。唔過像我啲苗栗我就冇聽過按用嘅講法，唔過你可能係用過較少聽聽。較少，係啊。古時候啲台中一條蔬菜韓國南頭，係啊，哦，係有名愛送呀葱年糕嘅部分，係啊，哇，當天片古時候阿群妹也下咗來，試試看哪裡有葱年糕，葱年糕佢係乜嘅東西做啊？因為佢看起來很柔軟，好，對不對？好，我介紹一下哈，然後葱年糕哈。都開始啊，係做呀原味嘅杏仁糕啊，吼，原味的係呀，杏仁糕，嘿，對，啊吼，啊佢都係講有個人啊，我講個杏仁妹啊，啊，是豆油，我最喜歡青蒿是黑銀呢，係啊，啊都想講吼，啊兩萬人都注重個養生啊，都想講俺都9年啊，吼，半夜啦，吼，20日啦，吼。好，都開幕一個旗艦店，都將記永安喜餅旗艦店啊！好，都想講，安尼沒有本來自各地的顧客好驚喜呀！這真的太驚喜了，這真的超級驚喜，因為俺都好食黑銀，但是我要注重出價。把那個黑銀茶嘅粉呢，有沒有出價搖起來，不用到牙再度強用。係啊，一個純手工嘅哦。哦，也係純手工嘅。係啊，係啊，啊都想講吼，家己做到個養生咧吼。其實啦吼，佢家己吼變到個安尼茶底杯啊，加一杯小茶，佢都變到芝麻糊哦。嗰個從呀做出價落去變到，係仲較實在咯。小水底度膠膠啊。就真的拿來用零咩？很多時代變到那早晨的早餐啊，元氣的早餐啊。古時候呀就表示佢真的就是真材實料，對不對？南腔就會黑銀，還有一細細的糖，然後還有外面有一些黑銀糕，對不對？杏仁切小塊，不用到底度。哦，唔過你剛剛講到黑銀，可能天使機頭前有啲鄉親朋友，好食黑銀，好冇？古時候စား下來係唔係咩有新的口味？係啊，新的口味都很多黑芝麻杏仁糕啊，黑芝麻杏仁糕，也嘅又較豐富哦，好又有黑芝麻哦，個黑芝麻哦，因為加起年糕個較香，你食到後背啊吼，我按你口齒留香啊，真的好好吃哦，有當輕風哦，有哈，真嘅，而且因為佢當年，係啊，真嘅係變到最底度。你在後來水吞到黑，就會知道哦，它就是跟着口水一起吞下去。對，給到安尼入口即化呢。啊好，個家己搭配安尼茶個較好哦，個咖啡啊，哦，仲較懂好呢。哇塞，今日呢個下午茶懂幸福。韓國唔單唱，你想結婚嘛？哦有，做嚟邊度喜餅來結婚哦。好，唔單唱安尼哦，其實還有呀。半夜班中秋節會到咧，
我说中秋节大家爱吃嘛该喏，其实人们迄刚好长里面的中秋节还有古天的饼的爱吃的哦，迄嘛个饼的。绿头碰啊，绿头碰就是人刚好讲的绿头碰。哦，唔过呀，伊像迄木匠用的呀，底都含有保养呢。系啊系啊，对不对？系一般吼，安尼个苗栗啦吼，甲平很多绿头碰没有很多个很多肚脐饼啊吼，有听讲哦。唔过啊，讲俺咧大人甲平咧绿头碰都家己做安尼哦。吼，较特别哦，有底包有包，有出间肉馅呐，吼，咩一家油葱酥去蒸的哦。哦，古时候也嘿，你传统客家嘅油葱酥，然后加卤肉，对不对？然后外面再用油皮油酥的方式，按钮一层一层包出来。哦，古时候也同传统嘅那个肚脐饼有冇嘛嘅共用哦？嘿，传统嘅肚脐饼都甜咩咩。对，啊，俺们有做嘅咩？迄甜咩咩，迄个。绿豆凸啊！哦，都係嘅哇！古時候唔知佢係照顧所有好食餅嘅嘅人嘅口味嘅，對不對？鹹嘅、甜嘅、太嘅、細嘅、盤嘅、泡嘅，全部都有誒，對不對？哇！古時候真係係各式各樣嘅喜球全部都有喎，韓國家下顏色嘅太餅。張氏豆一粒口味甜甜，張氏豆嘅綠豆韓國核桃口味，其實還有其他鹹味同甜味口味，我同大家來分享。對，比如講像鹹味口味有兩種，唔講我就想到個奇怪鹹味做鹹味啊，做乜嘅鹹味還有分兩種呢？好啊，你媽吼我來分享一下，鹹味兩種來講吼，有一種都係嘅西太人當家己是那個豬油餅啊，冬瓜肉餅啊，對。啊，冬瓜肉餅吼，年輕人啊，都較驚個冬瓜個按泰國啊，配豬肉安尼配即按多，食到都會驚嘅吼。啊，連蠻吼，古時候都有吼，做一個很多天一款很多養生的雜糧肉餅。有誒，哦，唔講地波有個。看款有南瓜子啊，对，哦，堅果類啊，這個是雜糧的，松蛋狗跟黑雜糧的，然後從這個切面看得出來，比如說它的豬油，沒哈少誒，低油、低糖、低脂哦，嘿，看養生呢，哦，古時候一類黑傳統嘅口味嘅，比較瘦的人就可以吃下面這個傳統口味，它還是有非常大塊的冬瓜糖，還有跟豬油泡到好色的，啊，廣東話好難說會出來，韓國蛋糕就是比較養生的。它為了取代那個豬油韓國冬瓜糖啊，它用這個雜糧的部分，Q 用一樣是很有口感的，對不對？啊 ，Q 用了吃色坤啊，雜糧的口味會不會跟傳統的油嘛該冇 Q 用哦？跟洋蔥嘅香味，還很 Q 用，暗後色。然後真的沒有這麼甜，我覺得這個好好吃哦。係啊，因為你們啊吼都冇愛食甜嘛，好，阿妹上到吼，你們咧健康啦吼，嘿，錯，哎，你們要做健康的餅啊，冇錯。韓國連夾嘅皮呢，就吃到有一點，太平嘅皮會吃到有細細的那個，因為底部嘅餡料其實有下甜，有下油，不過羊嘅皮，然後羊嘅內餡全部加起來是非常非常爽口的，係啊，對不對？羊嘅皮燜那個，然後也很清爽的感覺，係啊，非常嘅好食。古時候也係鹹嘅，鹹嘅，沙下落還有甜嘅，其實好食太平嘅唔講鹹嘅甜嘅全部就按好食，對不對？係啊係啊，甜嘅還有哪條口味？哦，甜嘅還有紅豆麻糬啊，對，紅豆麻糬，咁麻糬咩眼自家煮嘅哦，哇！這個底會很薄味懂得這個肉鬆肉腐，韓國有這個鹹蛋黃，鳳頭，還有糍粑誒，係啊係啊，也係自家做嘅糍粑誒，係哦，自家做嘅糍粑，做嘛該聽到自家做，因為其實東東人都會出家去那邊買偏偏的糍粑誒，對不對？因為它其實減少很多工啊。對，其實吼自家做較工較多啦。啊，唔過吼，自家的把關啊，好吃哦，係啊，自家的把關安尼，係，安尼客家人都懂家己麻糬啊，吼，係啊，你看哦，該吼，東媽媽給你懂不做麻糬誒，係啊，好吃，這個也是前幾名。
每个东西都是前几名，真引动后生。哎，也係眼麻子病吼，第一名嘅哦。眼麻子總共有10種口味咧，好多哦。嗰時還有蛋粥麻子。有啊。哦，咩有人無愛食介油蔥酥嘅啊，對，都改做食材哦，兩萬一道素食嘅啊。對啊，韓國家是講鄉親朋友好食，比較清爽的口味，還有按呢鳳梨嘅口味。還有介很多土鳳梨哦。哦，土鳳梨還冇共用哦。介吼，介土鳳梨都按呢介台農2號啊吼，個介17號啊吼，金鑽石7號啊吼，按呢家己結合嘅啊吼，愛煮吼。30點鐘呢。有，這幾黑土鳳梨裡面啊，吃到懂那個鳳梨嘅香味，那個纖維都吃得到，非常真材實料，都好食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跟同大家分享其他嘅故事哦。好，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，我係綜藝圈阿權妹。今日阿權妹啲節目當中，向同大家來分享苗栗大蘭嘅傳嘅50年嘅傳統嘅餅店麼，按到永安喜餅。當天片家阿權妹食嚟當到種口味，全部就當好食，唔但像細咩油，太也沒有。不過其實好愛吃到餅嘅當中，因為就係夾嘅內啊，它裡面的餡，對不對？夾嘅會好食，食來將會爽口，將會同撇家有冇共用的區別，對不對？我想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我聽講永安喜餅也條嘅非常非常嘅用心，比如講剛才有講到也7把嘅咩起家來做嘅，對，跟除咗像也7把嘅起家做，應該還有那條方面做得同大家來講，也條啲啲都特別用嘅當到心到地步。好啊，都係吼餅皮啦吼。先講餅皮吼，餅皮啊吼，先主要都愛用到介豬油啊，吼，俺豬油都係選用吼較優質嘅廠商，吼來選擇吼，俺再自家吼，家己買介豬油來整，哈，係自家來整豬油哦，自家來整豬油啊，嘿，哇，真嘅係動飛講吼，係啊，還有人頭下講介油蔥酥啊，咩係自家啊吼，像廠商吼再來點吼，咩自家整嘅呢？咩係自家整？係啊，哇，我想做得講，所有嘅大大小小嘅事情。做得自家做嘅，就自家來做。其實俺餅啊，餅行吼，都係大部分都手工較多。來講到個餡料佫較特別啊，吼，像俺個綠豆沙，頭下主持人有識得個豆沙餅啊，都俺自家買綠豆仁啊。吼，俺個選用較好嘅毛豆哦。吼，俺幾個我先煎哦，我夾個豆啊吼，佢都去殼咧啦，我先煎啊，吼，再來菜，吼，哇，係再來醃，吼，當費時費工，唔過啊吼，公司菜是得為安尼人較把關哦，係啊，因為所有東西就會自家做誒，係啊，不會有這個可能沒有辦法掌握嘅原料嘅問題，咩看冇有嘅嘛個食安問題啦吼，因為自家吼都掌握沒吼，都得甲朋友有個差異化。我說口味好食，用料當真材實料，還個功夫當好。因為其實也係當到你買東西呀，嘅包裝沒聽錯當重要，對不對？同大家來分享像我順豐有看到呀，這個吊車色，還個有藍色，這兩個小小的很可愛的包裝。嘿，對，呀吼，都係都俺的呀，旗艦店啊，開幕了後啊，都想講，俺那用一個較特別呀，吼，你看都代表安尼客家哦，客家對哦，客家髮布哦，很可愛，係啊，哎呀，年輕人咩介意哦，係，過來都係有人啊，每買按太下面厲害，咩是得用按細下面厲害。對呀，細下面就知道，我當一個點心，我帶裝衣服卡，可能我卡30元、50元，就是來睇。係呀，係呀，對不對？哦，可是按你是一個小小的伴手禮的選擇。除睇呀，細項的營養還有太下背哦，太下背頭前還有非常可愛的這個茶具組，呀，咩係壓到個禮盒？係啊，因為俺都想講，
俺做饼啊，吼，都一定要做出按当年爸爸按用心的吼，俺要做一个品牌，所以俺都讲爸爸常想讲，因为行文创好冇？哦，系啊，都想讲吼，也个杯子啊，唔看也很特别哦。我甲大家吼介绍一下，也都用安尼用安尼 logo 啊，吼，去设计出来的哦。有看到这个喜饼的喜，就是这个上面这个杯盖啊，两个合起来就是喜字了，对不对？好可爱。还有个永永安安哦，我没有家己吼，很多永永安安哦。佢都很多。爱一生一世的杯子啊，我讲大家吼，其实这么52年的吼，爱人都会讲，俺做饼的吼，当幸福的，爱人的，一生一世啊，拄好俺的重点吼，都13至14号，好记哦。系呀，杯子呢都系到，爱人爱一辈子啊，吼，本家老公啊。还有啊，吼，甲陪你爸爸妈妈安尼香绵绵啊，吼，很多捧在手心上的幸福哦。哇，这几种用心，对不对？整个包含呀品牌的理念，韩国品牌的 logo， 韩国品牌上一本消费者的也的想法，全部就都这个茶具组里面表现出来，还特别去定制的，对不对？特别特制的，特制的，像个英哥嗰边的老师啊，吼，用亲好的吼，也来看唔好烂，有可能看起来个较透彻。对，故事我们单枪哦，第亚这个礼盒里面非常用心，在这个茶具的部分，其实讲给哈贝，等你拿到饼的呀，就知道哈贝用份按丁 V 呀，对呀，然后又知道俺个钱会不会全部都发到哈贝当狗哎？其实啦，淑萍姐喊 T 片老讲给哈贝设计到做得重复利用哦，对不对？错，人哋重复利用都想讲吼，一饼啊吼，适配啦吼，家一盒啊饼皮实在懂打送啊，都想讲吼，细妹人啊吼，都较家己啊，不用一些东西啊吼，我旁边都有一盒啊吼，甲大家介绍一下哈，也示范东西哦，东西适配了后啊吼。拿出来呀！你看哦，我都吼来家己编个名片盒啊，吼，第摆家己编一束耳环呐，对，你要编胖的咩事的咯？其实也唔单枪编首饰咩，做等下知道编都做下度红，我编快耶，咩事的咯？同词哎，你可以分隔嘛，对不对？呀，真嘅黑懂有用，里面有2层哦，做得重复利用，你就唔会知道大送呀饼诶，它被按啱字按好，然后留给叠贴，很可惜。而且重复利用咩，对你反驳有帮助，对不对？没问题呀！哇，这个很懂用心。不过其实唐讲淑萍姐啊，你会按料给人个品牌，係因为详细做到台，详细天数到台。係啊，佢应该做到样诶。其實吼，會不會都開始啊？吼，都其實俺國小都開始包麵包啊。因為係木卡嘅爸爸嘅條路，全部就有天數。因為係家族嘅細妹吼。其實我爸爸嘅想法啦，佢冇想講，人都想講調家妹都唔是做到咁辛苦咩？不過佢想法冇相款咯，佢講調家妹我做到比人更較辛苦，因為你將會將心比心。哇，人嘅爸爸嘅教育方式都好，非常好。謝謝，因為我國中2年級佢都教我開茶嚟了。哦，這麼早？因為會送湯啊，送麵包啊，其實幹嘛聽到爸爸去送湯，我感覺佢都辛苦啊。以前啊，送到cái雜貨店啊，公司菜冇買皮，又收轉來都半幾也未識啦。係啊，有時又想講。
哦，这嘛爱做到安尼，读书转来都还爱做事，还爱继续做事。其实干嘛？因为有出咧小小的抱怨，不过咱们懂感谢佢呢，因为俺才讲咱们要做爸爸妈妈，俺要了解爸爸妈妈的用心，都系俺咱们吼，都做主管的吼，俺要对个基层做起啊，吼，真有法度吼去管人，起码个都唔晓去管人吼，等到本人笑啊。哇，古说，真经有了解自家的品牌，真经从细细嘅事情都做到亚下变做总经理，真会喊卡整下自家嘅品牌，真个分享俾大家，对不对？古说今日什么江总经理什么苏萍姐来到节目当中哦，咁感谢哦，要同大家来分享一下，假使天使机条前的观众朋友，我来听叫应用版来买，好。然后订购的方式啊，吼，都是得用宅急便啊，哈，咱们当方便咩，咩是得用打电话来订购哦，比如讲带到东园的啊，吼，按你迄讲，我想我七夕人，咱们有给七夕的服务哦。哇，古说真嘅，神梦苏萍姐今日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哦，谢谢，谢谢。咩神梦天使机条前观众朋友为收看休息一下，等下空下来做运动。